馬太福音第18章第1至35節。一當時，門徒進前來，問耶穌說：天國裏誰是最大的？二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，使他站在他們當中。三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四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。五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六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沉在深海裏。七這世界有禍了，因為將人絆倒。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。八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，就砍下來丟掉。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裏。九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剜出來丟掉。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。十你們要小心，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。我告訴你們，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。開六角括號，有古卷在此有刪六角括號。11開六角括號，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，刪六角括號。12一個人若有100隻羊，一隻走迷了路，你們的意思如何？他豈不撇下這99隻，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？13若是找着了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為這一隻羊歡喜，比為那沒有迷路的99隻歡喜還大呢。14你們在天上的父，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。15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。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16他若不聽，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，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。17若是不聽他們，就告訴教會；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18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19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20因為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21那時彼得進前來，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當饒恕他幾次呢？到7次可以麼？22耶穌說：我對你說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個7次。23天國好像一個王，要和他僕人算賬。24才算的時候，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子的來。25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，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。26那僕人就俯伏拜他，說：主啊，寬容我，將來我都要還清。27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28那僕人出來，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10兩銀子，便抽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嚨，說：你把所欠的還我。29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說：寬容我吧，將來我必還清。30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監裏，等他還了所欠的債。31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，就甚憂愁，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。32於是主人叫了他來，對他說：你這惡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33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麼？34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給掌刑的，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。35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。